举重奥运名将许淑净传出用药事件后，今天他在脸书粉丝页上发表声明，表示因失眠压力大，听信亲友建议，误用含有禁药成分的膳食，他对自己大意感到自责与内疚。许淑净在声明中坦言，当他得知自己2017年的药检反应呈现阳性时，他非常惊讶，因身为原接受过多次禁药宣导教育，他仔细回想过去的状况与食用物质。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会在自家土地上举办，当时许淑净背负着国人期待，却因脚伤未愈无法出赛，心情低落，睡眠品质也不好。就算接下来顺利在全国会亮相，但成绩不如预期，失眠问题更严重。接下来许淑净听信亲友建议，服用了具改善睡眠与压力效果的膳食补充剂，他没料到这里面竟含有禁药成分，自己也没确实查证，且吃过后对睡眠问题改善效果不大，因此只吃过一次就没再吃，结果禁药仍验出阳性反应。事发后，许淑净已向中华奥会禁药管制委员会说明，也愿意承担接受自己该有的处罚。不过许淑净强调，他因一时的粗心感到自责与内疚，不但辜负国人的期待，也对国家、国人造成伤害与困扰，他致上最深的歉意，并建议所有年轻的选手，在使用营养品前一定要和国家训练中心查证确认后才可使用。